啊？我唔叫叫。唔要唱聽得喎，聽就得啦嚇。OK， 好中意聽歌嚇，係啦，可以點唱喎？可以點唱？盡量啦，盡量啦。阿三哥。对，我们感谢神啊！今天的团队啊，这个阿里多罗斯我们有尤其这个在从口琴的那个艾伦的团队阿里哥，还有我们的萨克斯风的团队也出来了啊！这是有3支啊，3件的，还有唱歌的，台湾谁要唱啊？还有我们团队还在上面练这个荣耀归给我们神哈，因为在我们常有梅德啊、果园啊这些啊，就般说一些老人家心情啊，平淡嘛，平淡好，希望能够有些快乐，对不对？也能够有关心他，尤其是我们看过节目的最喜欢。所以这个时刻，我们也在今天开始服侍啊，有服侍。那他们中午休息。等一下，因为我要控制这个。我们的乐长有们Stanley啊，举手一下，我们给大家知道，谢谢Stanley啊，也开放给我们的谢谢啊。我们的大家有送的那个米粉啊、干粮啊，有在还有我们的王牧师啊。有些这个打包的这个饭盒给他们啊，所以让我们今天一起感谢我们天上的爸爸啊，天父啊，天父。好，那以下时间我们交给我们上天，让圣灵来带动大家，好吗？那我们就把荣耀归我们的神。我这时候就把第一段的那个就交给这个口琴的团队啊，口琴的团队，然后接下来。有生命的故事，结束。好，我们这时候就请口琴团队来开始。3个还没有下来，3个了，大家去厕所啊，好。大家早晨，而家我哋唱詩歌先，敬拜神。
接下来我们要唱一首《一生最美丽的祝福》。是的，当我们生命有耶稣这个，好几个灵啊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广东话也可以翻译。我哋今生係最特別祝福嘅，點解我哋祝福嘅山神？佢哋我哋其他派嘅神。我哋其他派嘅神咧，個個嚟講，佢愛你，佢愛教你，教你或者佢愛寫你，其他都夠做。除咗耶穌基督，你哋講我愛你，無論你有幾大嘅年紀啊，你有冇學識啊，有冇讀書啊，冇錯啊，我都唔愛係一個家我愛你講呢個國家嘅好多，所以如果有耶穌嘅愛喺心入面咧，你嘅人就啦，你就會好幸福。所以我哋總之我哋呢啲一生最幸福嘅人咧，認識耶穌同埋信耶穌。
最美丽的祝福就是有耶稣与我同在。耶穌講過一句話，我跟你分享啊，耶穌嘅話，如果就算呢個世界係冇嘅話，世界有一日會冇嘅，世界冇多時，你都唔使擔憂，點解唔使擔憂？因為耶穌，因為我哋佢永遠係彼此喺心，所以我哋下世嘅變咗唔一樣。我哋都唔怕前邊有啲嘢好嘅嘢啊，或者好工作嘅嘢，都不能點解不能夠耶穌喺度事啊？如果耶穌喺心入邊，你都平安嘅，你有平安嘅時候咧，你生活咧就會係咪？就要係有我實心咯啊！我哋下一個歌我哋繼續俾傾偈，我出題。首歌嚟講有一個愛我喺上帝我出嚟。
自己，来。仲有唱咩歌你可以？剛剛好聽我有歡迎我。OK， 最先分咁事情啦。OK， 好，萬水先生，最長，萬水先生，識唱歌，萬水先生。邊個識唱嘅？呢啲我睇唔識嘅。
嘅，好精彩嘅嚇正話唱完咗黃百多同我點咗首咩歌？落水會買麵包落水會買麵包，大女班啊嘛。OK， 我哋掌聲鼓勵啊！落水會買麵包啊！帝女班兒曲，掌聲鼓勵，唔得，係啊！哇，張啊，係帝女班，咁本型個掌聲大聲啲啦，我哋又吹啊！麵包啊！
表演你哋嘅。好，大家好，我哋對打工時候咧，所以就我哋好似探研究呢個好講笑啦。我係好我係招禮，我係招禮。咁我哋好講嘅咧係打公司大家都係我哋老但係呢個咧。
主管家呀。也收埋個朋友，OK，長聲過嚟，呢隻人
放的，快记住啊。救命！係啊，而家呢個馬生市為咗有機會啊，因為我而家基本上都講咩年啊？我3年後3年咁你等嗰個啊，我係啊，所以呢我就同佢有個回應講嘢好啊。
嘛？好。我去你那。那时候我学我做什么，我记得有一次，我的妈妈我個身之後咧，安息翻到天堂嘅時候，嗰陣時知道嗰件係人生係好咩，即係好無常啊！遠遠下嘅時候，生離死遠獨步，係啊，我哋自己進入呢個萬年啊，好似喺我哋嘅好多都同你嘅。呢首歌咧，我要推咧，其中係咩？嗰個
你個心喺邊度？心喺邊度？住先啊！住先啊！住先啦！啊！住先嗱，你係專家講，專家講，嘅錯啊！我需要認識你，我承認我係人啊！講個説話係呃人啊，係咪？係鬧人啊，係咪？我係咁樣做錯事，但係當然因為十字架能夠保你赦免我個罪，赦免我個罪。而家誠心誠意啊！由耶穌基督入到我心入邊，赦免我個罪，睇到我罪得赦免就追審佢啦。審佢咧有永生嘅、永恆嘅一個下文。我多謝主耶穌，我誠心誠意領受耶穌基督俾我祝福，特別是喺我晚年當中，我孤單嘅時候，我有個盼望，耶穌安住我，幫我翻返我哋見面，同埋大家堅持我。我誠心所願，幫耶穌基督不死咁樣，阿幫祈禱，幫耶穌。阿們，阿們啦，阿們，就誠心所願啦，誠心所願嚇。哇，誠心所願咧，你就得到嘅禮物啊！因為咧，最後一首歌送俾你嘅，呢個歌名係，呢個歌名係一件禮物嘅。你一邊唱一邊你就講哦，原來個禮物係乜嘢咧？係耶穌嘅你所住心口經受到嘅。好啊，OK，呢次係我最後嗰首歌，我哋唱咗之後咧，我請我哋個和睦書嚇，個和睦書後祝福做呢個最後嘅禱告。呢首歌就係遇見了，識咗我哋一齊唱，遇見了。
耶穌教你有手係咪？俾你時時記住下，呢個係咩？好係咪？所以每一次如果話有時有唔同，有啲動作就每人就得幫助你。只是你嘅手講好，於是講耶穌對你最好。啊，呢個等你講，呢個手嘅時候記住，耶穌係真實。第二個就係我哋好中意攞呢個手嘅人，冇人啱，所以我哋都係做錯事啊，有做唔啱嘅事，但係耶穌坐低我哋心好。咁你講做第三對耶穌基督嚟呢個世界嚟教我哋，你真係識我哋，識我哋為我哋寫係死嘅。所以第三手嘅幾陣時你諗住耶穌為你死，你接受耶穌接受呢個你同耶穌接受耶穌。耶穌有關係，所以有個生命。所以每一次呢啲痛苦，乃至神得係好，我哋人係軟弱，但係耶穌要打救我哋，所以你先提醒咗耶穌教我着住你，跟住你，後面仲有個生命。無論你係呢個耶穌係神，最嘅係神係真神，呢啲你見到，所以記住。手好簡單，有時得你哋最好耶穌所計。我哋耶穌感謝耶穌，多謝耶穌嘅愛惜我哋每個人。雖然我哋識你好少，但係你識我哋，你知道我哋嘅理念。有時喺呢個老人屋企呢個中山，多謝神俾你識呢個愛心嚟到我哋點樣嚟照顧。多謝耶穌有好多愛惜你嘅人喺呢個家人，你差你哋關心，好似我哋有攞朋友攞嘢先邊。多謝耶穌，最重要耶穌神你係最好，我哋相信你，我哋係接受你，你求耶穌保守我哋，無論我哋喺邊度發交成問路，耶穌我哋有問題嘅時候，我哋講耶穌打救我哋嘅時候，我哋相信神。你愛惜，相信神你俾我哋一個，相信神會幫助我哋。感謝都俾我哋個中山住喺呢度老人家，每日好多工作嘅時候，最啲人耶穌做打救我哋，就叫耶穌，耶穌請你幫我哋，我哋唔知點樣。耶穌你係真實嘅神，我哋識每一個人，我相信佢你呢個愛喺中間。今日我哋都做得做咗呢個最大。耶穌，你非常識你係一個真神，做他嚟呢個你打救同你呼籲嘅時候，俾你哋有信心，相信耶穌。多謝耶穌，我祝福百姓年頭。我哋有機會。